大家好，我係 Ricky Sir， 同大家玩個心理遊戲先。啱啱放暑假，你放低晒學校嘅功課，個人放鬆晒，你打開個書櫃同自己講：好啦，我今日要開始溫中文科。之後，你有冇發覺自己停留喺熒光幕或者書本前面足足15分鐘，但個腦一片空白，完全唔知由邊度開始溫呢？中文科好似冇嘢溫喎，定係背下範文睇2篇白話文就算？同你講個殘酷嘅真相，如果你今日仲抱住呢個心態過暑假，其實你已經慢慢咁輸喺起跑線上面。好多同學以為中文科即係考天才靠運氣，但其實中文科攞5星星學霸，全部都係喺暑假呢個黃金期做啱咗呢個課程嘅規劃。今日呢條片我會塞錢落你袋，同你分享暑假爭分3部曲。只要你做齊3件事，開學之後你同你身邊同學就會一大段嘅距離。第一件事，建立好你自己個人嘅範文邏輯地圖。我成日聽到同學仔同我講 ，Ricky Sir 12篇範文好難背喎，字又多，背完論人、論孝、論君子，轉頭又要背如我所有也章嘅論證手法。同學，如果你到今時今日仲要逐字逐句咁死記硬背，咁實在吃力不討好。我哋溫範文唔係要你做部影印機，而你學會識得歸納同埋拆解。我建議大家趁住呢個暑假，將12篇範文按照論證手法或者中心思想去重新分類，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嘅邏輯地圖。舉個例子，好似孟子嘅如我所也同埋諸葛亮嘅出師表，表面上好似係風馬牛不相及，即係九唔搭八。但係你如果由取捨之道同捨恩取義嘅邏輯去睇，孟子講緊係大原則，話緊係生命同道義之間人點樣作出抉擇。而諸葛亮就係將呢個原則實踐出嚟，為咗報答劉備知遇之恩，做到鞠躬順遂，死而後已。呢個就係具體嘅取捨。當你將呢2篇範文擺埋做對比、做邏輯拆解嘅時候，你唔單止係溫緊卷1範文，你直情係溫埋卷2論證手法嘅最高境界。開學之後，無論你遇到咩對比嘅題目，你都能夠游刃有餘。第一件事講完，跟住我哋講第2件，建立高頻詞庫同埋寫作素材庫。好多同學仔一見到卷1嘅文言文，就覺得自己好似睇緊火星文一樣。其實文言文嚟嚟去去都係呢幾個常用嘅核心字詞，大約有百零個左右。你唔需要一次過用3-4個鐘去死近啲文言字詞，就趁呢個暑假期間，每日抽15分鐘，15分鐘你可以做啲乜啊？你可以累積3個文言常備詞，例如走就表示奔跑，中就表示射中或者符合，再加一個古今寫作嘅例子。然後將啲字詞寫成一個屬於你自己嘅筆記。溫習最緊要係清晰化同埋具體化。當你將高頻嘅字詞好系統化咁分類，再將寫作素材按主題，例如堅持、誠信、家國情懷分門別類，你嘅大腦就好似一個中藥櫃咁樣。到你開學之後入到市場，一睇到卷2嘅寫作題，你就可以按照呢個素材庫咁拉個櫃桶出嚟，將準備好嘅精闢嘅例子同埋文言金句源源不絕咁寫落張紙度，每日15分鐘。到暑假完結嘅時候，你已經用一個無人能及嘅爭分秘密武器。第3件大事，亦都係最關鍵、最多同學仔忽略嘅一步，就係進行一次全面嘅弱點診斷。好多同學仔溫書最中意溫自己最擅長嘅部分，例如你卷2明明可以攞第5級，你又偏偏喺成個暑假就去寫文章，但係你閱讀你一次都冇做過。呢個溫書嘅方法唔係叫溫書，而係叫逃避。我想大家喺呢個暑假揀一份 DSE 嘅試卷，例如24年或者25年嘅 past paper， 喺冇任何提示限時嘅情況之下，完完整整咁做一次。做完之後唔好淨係對分數，你要好似醫生照 X 光咁，同自己揾出致命嘅失分點同埋題目嘅類型。究竟係你長題目答唔掂啊，定係還是卷2嘅記敘文唔能夠做到情感昇華，定還是論證嘅時候論據唔夠有力呢？講到呢度，我都知道好多同學心裏面有一句説話係咁講：阿 Ricky Sir， 我夠知要做診斷咯，但我做完之後份卷寫密密麻麻，我唔知自己錯喺邊，更加唔知點樣去改，點算好？大家放心，我既然叫咗大家做，就一定有配套去幫你。我哋會開辦暑期嘅中文科補習課程，會幫升中嘅同學仔去集中完成24年同埋25年嘅卷1、卷2系列。我亦都將24同埋25年公開試卷1同埋卷2嘅解題方法會上載喺我 YouTube 頻道裏面。
更加重要嘅，我哋會配合人工智能嘅科技去製作一個應用程式，去將試題、參考答案同埋考評報告擺喺個應用程式嘅系統裏面。同學仔只要輸入翻個答案，個系統就會話俾你聽，你會攞幾多分，有啲咩地方係做到，有啲咩失分位同埋改善嘅建議。各位升中嘅同學仔，呢一個暑假係你中學階段唯一一個，亦都係最後一個可以俾你無痛彎道超車嘅黃金機會。身邊嘅同學仔可能仲喺度打緊機、去緊旅行，但係如果你能夠跟住我今日所講嘅爭分三部曲，建立範文邏輯地圖，累積高頻字詞同埋寫作素材庫，同埋做好你嘅弱點診斷，我可以保證你新學年開嘅第一日，你個人嘅底氣同埋自信心已經係截然不同。如果你想更有系統、更高效咁完成呢3件大事，而唔想自己行冤枉路，我哋嘅暑期中文科補習課程現正招生，有興趣同學仔記得點擊影片下方嘅資訊，透過 WhatsApp 去聯絡我哋。今日嘅分享去到呢一度為止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係幫到你，記得同我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你俾你身邊嘅同學仔。我係 Ricky Sir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